你讀落去嘅時候咧，你睇下喎，唔單單呢座城係歡樂嘅城喎，第8節嗰度話推羅本來係咩㗎？哇，賜冠冕㗎嚇，弟兄姊妹，即係呢座城唔簡單啊！佢唔單單係富有，佢仲富有到一個嘅地步咧，成為咩啊？成為咩？咩叫賜冠冕啊？即係話其實咧就係佢建立殖民地，佢建立咗殖民地之後咧，佢要揾個殖民地嘅首長㗎嘛嚇。用我哋今日去講咧，就係以前香港嗰個叫做港督係嘛嚇，要揾個首長㗎嘛啊。今日我哋嘅行政長官啦，真係咪啊？咁而喺當時嘅世代咧就點樣？當時嘅世代咧佢就會喺嗰度封一個嘅王啊，呢個嘅王咧就喺嗰個地方嗰度咧就做王，所以咧。呢個推羅因為輸出咗佢呢一種咁嘅成功，所以佢就點咧？佢就喺嗰個地方嗰度咧，將冠冕嚟到俾嗰度嘅首長啊。咁所以你話推羅成唔成功啊？成功啊！非常之成功啊！所以別嘅地方好喜歡嘅係嘛啊？好啦，然之後喺推羅嗰度做生意嘅人咧，佢哋嘅商家都係咩啊？王子喎啊！其實王子嘅原來意思話都係君王啊。即係話咧，喺佢嗰度做生意嘅咩？佢呢個君王咧，唔係嗰啲國家嘅君王，唔係啊！即係話咧，喺嗰度做新生意嘅都係最成功嘅商人，即係商人之中嘅王即係知唔知香港啊？知啊！弟兄姊妹，全球最出名嘅公司咧你喺香港可以揾到分公司㗎，係咪你講起有一個姓李嘅咧。而家唔係而家兩個，你講起有兩個姓李嘅咧係人都識嘅姓鐘嘅冇人識啫，係嘛個個人都希望自己姓李唔知點解咁要揾佢做老豆好似話係啊，有個咁嘅調查真係唔係訪問嚟㗎係有個訪問嚟㗎，真係咁你諗下，當日響推羅嗰度做生意嘅原來都係。最成功嘅商人都係去推羅嗰度做生意，咁好自然嘅，因為最成功嘅商人都係喺嗰度嘛，即係最出名嘅全球嘅大企業都喺香港有分公司嘛，所以好自然嘅。你要去到遠東做生意嘅時候，你去邊度啊？嚟香港啦，所以香港咧嘅地咁值錢，香港嘅樓房咁值錢，香港嘅商業大廈咁值錢，就係咁解。弟兄姊妹，當日原來唔係香港係咁啊，推羅老早就係咁樣。好，他們買賣人係咩嘢？世上嘅咩？尊貴人即係所以你話推羅威唔威啊？哇！推羅真係不得了弟兄姊妹用今日嘅紐約曼克頓嚟到同佢比對唔住都不能夠超過推羅推羅彷彿係有人類歷史以嚟商貿最頂峰嘅一個嘅城市。咁所以咧，弟兄姊妹聖經咧好特別，佢特別將推羅呢個地方咧攞咗出嚟，然之後咧響以西結書嚟講到，原來推羅係有一個王叫做推羅王佢就係將呢一個咁繁茂嘅地方咧，將佢嘅本質喺嗰度表露咗出嚟。弟兄姊妹個本質係乜嘢咧？你讀嚟你就知所以咧，最後尾第8節佢就問咗一個咁嘅問題啦。佢話遭遇如此，是誰定的呢？弟兄姊妹，呢句説話意思就即係話一個咁樣嘅一個嘅城市，一個受全世界歡迎嘅一個城市，全世界唔單單全世界歡迎，仲係全世界最重要嘅商家都歡迎嘅一個城市，點解會搞成咁樣？即係香港聽日會變咗曬網嘅地方，點解會搞成咁樣？你信唔信啊？唔信啊！我哋冇人會相信㗎，係咪？若果我而家喺度講個咁樣嘅預言，我話聽日香港就變成推羅咁噶啦，咁你哋會點啊？係啦，係咪？笑哎呀弊啦，鍾逸軒咧開始有問題啦，個腦開始有問題啊，梗係讀聖經讀得太多。弟兄姊妹你睇下，所以你而家明白。佢問呢個問題，佢遭遇如此是誰定的咧？就即係話咧，佢問呢個問題就即係話。佢變成咁樣，背後一定有啲嘢嘅，係咪啊？一定背後有一個嘅意思嘅，一定背後有一位喺嗰個嚟到操管住嘅。如果唔係，佢一定唔會咁樣嘅。按照人嘅意思推來，應該點樣啊？越嚟越繁榮先啱，係咪啊？佢應該呢種成功模式不斷複製，係咪
個個城市都變咗推羅。呢種成功模式應該係咁樣噶嘛，係咪？佢而家唔係一夜之間、一刻之間，佢就變成荒涼，所以先至喺呢度就代表呢個推羅人喺度咁講。遭遇如此是誰定的咧？嗱，弟兄姊妹啊，整章23章嗰個嘅重心嗰個 pivot 英文嘅 pivot 就喺呢個地方，誰邊個將佢搞成咁樣？弟兄姊妹就係呢個問題。第9節我哋一齊讀。是萬軍之耶和華所定的，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榮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貴人被藐視。係啊，弟兄姊妹，第9節呢度就答呢個問題啦。但係佢答嘅時候呢，用一個非常之肯定嘅語氣嚟到答，是萬軍之耶和華乜嘢所定的。係啊，乜嘢叫做是萬軍耶和華所定的啊？佢自己意思即係乜嘢？即係話神定規嘅旨意，係咪？即係話佢點解搞成咁樣啊？哎呀，唔係有人想謀咗佢，唔係啊，因為神定咗佢旨意係咁樣。所以咧，神點解要定呢個旨意啊？後邊就解釋咗，彷彿將佢嘅原因係點解神要為佢定一個咁嘅旨意嘅原因講咗出嚟。弟兄姊妹，前面嗰句説話為要咩啊？侮辱一切高傲的榮耀。嗱，弟兄姊妹，呢度係要講咩咧？係要指著個對象係一種叫做高傲的榮耀。榮耀係神為人所預備嘅。請記得，人到最後尾都應該進入榮耀裏邊去。但係弟兄姊妹，有一種嘅榮耀，呢種嘅榮耀係我哋所鄙視，又係我哋應該要棄絕嘅。呢種叫做乜嘢咧？聖經呢度講叫做高傲的榮耀。所以弟兄姊妹我翻轉頭去講我先睇一睇，所有一切同神而嚟嘅榮耀咧，弟兄姊妹係從來唔叫人驕傲。聽住明我意思嘛？所以喺人類歷史裏邊最大榮耀嗰個係邊個啊？係啦，就係耶穌基督但係弟兄姊妹呢位最大榮耀嘅耶穌，請問佢人生嘅高峰將佢成為人嘅時候，佢人生嘅高峰係喺邊一度啊？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即係話咧，呢種嘅榮耀，呢種嘅榮耀，才係神要俾人嘅榮耀。地位嘅榮耀唔係神要俾人嘅榮耀，知識嘅榮耀唔係神要俾人嘅榮耀，物質嘅榮耀唔係神要俾人嘅榮耀。弟兄姊妹從人嚟嘅榮耀，所有都唔係神要俾人嘅榮耀。所以神為咗要見證呢件嘅事，所以佢定咗一個旨意，要咁樣審判呢一個嘅推羅。弟兄姊妹，如果你細心想下我正話所交通嘅推羅，其實就係呢個世界最理想嘅一個城市，係咪啊？你想下，嗨親佢哋都發達喎，冇人損失喎，係咪？你整嚿石頭嚟話佢值幾千萬我俾棵菜你，我就話佢值幾千萬啫嘛，係咪？大家都冇損失㗎，係嘛？你俾我個石頭，我還你一棵菜，係咪？唔好笑啊！棵菜真係值幾千萬㗎，幾千萬都唔止係嘛？唔知啊！故宮嗰棵白菜仔我去到台灣故宮，我咁望下，佢搞錯我真係唔識啊！真係弟兄姊妹咁樣呢個係一個最理想嘅一個城市，係最理想嘅一種模式嚟嘅。但係弟兄姊妹，對唔住，因為呢種模式係引嚟咩咧？係引嚟一種叫做高傲嘅榮耀啊！弟兄姊妹，你如果明白點解聖經講話神賜恩俾咩人啊？謙卑嘅人，神阻擋咩嘅人啊？驕傲嘅人。弟兄姊妹，神喺呢一度審判推羅，就係要表明呢件嘅事。好啦，佢使到地上一切尊貴人被咩藐視？地上尊貴嘅人咧，原來佢哋只有一種榮耀嘅。新約聖經話佢哋唔求獨一之神嘅榮耀，只係求從人而嚟嘅榮耀，所以定佢哋嘅罪就係為咗咁樣。所以嗱，弟兄姊妹，呢啲冚唪唥呢啲嘅觀念你睇見其實神一貫嘅觀念嚟嘅，舊嘅聖經就係講緊呢樣嘢。咁即係話
推羅點解搞成咁樣啊？因為佢咩？係啦，因為佢成功而驕傲，因為佢成功而高傲，所以神要將呢一種高傲嘅榮耀將佢打跌。好，我哋一齊讀10至14節。好像尼羅河，不再有腰帶拘緊你。耶和華已經向海伸手，震動列國。至於迦南，他已經吩咐拆毀其中的保障。他又說：受欺壓西頓的民，你必不再歡樂，起來過到基大去，就是在那人看啊，加勒底人之地向來沒有這民，這國是亞述人為住曠野的人所立的。現在他們建築樹樓，拆毀推羅的宮殿，使它成為荒涼。他施嘅船隻都要哀號，因為你們的保障變為荒場。好，我哋讀到呢度先。弟兄姊妹，呢度從10到14節咧弟兄姊妹要表達一個意思，就係依靠推羅者嘅無助。弟兄姊妹，他施嘅民原來係他施嘅女子，他施嘅女子，你可以流行你嘅地，好似尼羅河，不再有腰帶拘緊你。呢個意思咧就即係話咧，他施原本係呢一個推羅嘅殖民地嚟嘅，而家推羅冇咗，即係話他施咧唔需要再受推羅嘅控制啊，所以呢度咧係講到他施可以自由噶啦，可以自由啦。跟住咧後邊講受欺壓西頓嘅居民啊，你必不得再歡樂啊！嗱，弟兄姊妹好得意㗎嚇，呢度咧彷彿揭露咗西頓嘅居民咧原來佢哋以前歡樂啊，因為推羅喺度佢哋歡樂啊因為呢個歡樂嘅城佢哋歡樂啊，但係實質佢哋好悲慘啊！點解咧？因為佢哋受咩？佢哋受欺壓嘅原來弟兄姊妹，你記得嘛？我講過，我話呢個世界有一個原則叫 nothing for nothing。呢個世界冇一樣嘢叫做恩典嘅，係咪所以你老闆加人工俾你，點解啊？做多啲嘢係啦因為佢見到你仲有啲汁未揸出嚟啊嘛，係咪？佢就揸埋佢嘛所以呢個世界係咁樣呢個世界原則係咁嘅。所以西頓嘅人雖然因為呢一個嘅推羅嘅緣故，喺嗰度享受呢個歡樂嘅城，但係其實佢哋自己歡唔歡樂㗎？佢要俾推羅欺壓嘅所以呢度咧受欺壓西頓嘅居民你必不得再歡樂好起來過到基提去叫佢走叫佢走但係當佢哋去到呢一個其他嘅地方咧，喺嗰度佢哋都點得不到安歇，佢話你哋都揾唔到安息喺原底嘅地方又唔得，走又唔得，點解啊？後邊第13節咧呢一節咧係一個括號嚟嘅。點解咧？因為原來神興起咗呢個亞述人，呢個亞述人咧要嚟到喺呢度執行佢呢一個嘅審判所以咧弟兄姊妹呢度講話什麼建築樹樓拆毀推羅宮殿使到佢成為荒涼弟兄姊妹冚唪唥都係指著呢一個嘅亞述人嚟到講嘅，即係神興起咗一啲嘅執行佢呢一個嘅審判嘅人嚟到講所以咧佢哋無論走到邊都好你都係走唔甩噶啦。第14節，他施嘅船隻都要哀號，因為你們嘅保障變為荒場呢個保障係咩咧？呢個保障就係指著推羅嚟到講即係話咧冇咗推羅，冇咗倚靠，冇咗靠山，佢哋一切所有歡樂冇晒，安息冇咗，唔好講話財富基本嘅歡樂同埋安息都冇咗。所以弟兄姊妹，你睇下，依靠嗰一個屬靈嘅原則，或者依靠嗰個推羅嘅原則嚟到喺地上得快樂、得安逸嘅結局係乜嘢咧？結局就係咁樣，結局就係只係兩個字啫，哀號，哀號。好，到最後尾，我哋一齊讀15到第18節。到那時，推羅必被忘記出世，照這一王的年日。70年後，推羅必景象地裏所唱的歌。你這被忘記的妓女啊，彈琴周圍落船來，歌唱，使人再想念你。70年後，耶和華必眷顧推羅，他就回甘你的息，與地上的萬國交易。他
他的貨財利息要歸耶和華為聖，必不積賺存留，因為他嘅貨財必為住在耶和華面前的人所得，使他們吃飽，穿耐久的衣服。好，前邊一路去到第14節啊，呢14節一路都係應用到呢個推羅，弟兄姊妹好似好消極嘅係咪啊？都係審判推羅，講到佢嘅悲慘啊，講到依靠佢嘅人係如何嘅無助，講到嗰個原因係乜嘢咧？就係因為推羅嘅呢一種高傲嘅榮耀啊，因為人高傲，因為人唔自卑喺神嘅面前，所以神就要嚟到審判。但係咧，弟兄姊妹，原來咧，弟兄姊妹啊，唔好淨係單憑現象，單憑外邊你去睇，原來神有佢自己嘅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好多讀聖經嘅人讀到第15節以後咧，佢好詫異嘅啊！弟兄姊妹好詫異啊！前邊講到推羅嘅時候啊，冚唪唥將佢拆毀晒啊，似乎應該呢種嘅審判，一種好徹底嘅審判，應該冇翻身先至啱啊！但係弟兄姊妹好得意喎，即使到而家為止都冇翻身，你而家去到推羅嗰個地方咧，你都見到嘅都係爛石堆一個嘅啫啊！已經冇咗個海港啊，因為嗰個嘅舊城就填咗嗰個河。但係弟兄姊妹呢度點講咧？佢話到那時嗱，弟兄姊妹逢親呢個以賽亞書啊，或者係先知書裏邊講嘅，到那時都係咩咧？都係講到喺神旨嘅裏邊，將來預言有一日啊，神要作嘅事啊。咁所以咧呢個咧係聖經關乎於呢個推羅末後有咁樣嘅預言嘅啊。弟兄姊妹你記住喎，佢話推羅必被忘記70年，照着一王嘅年日，70年之後，推羅嘅境況必像妓女所唱嘅歌啊！嗱，弟兄姊妹，呢度話咧，推羅會被忘記幾耐啊？70年啊，忘記70年啊！弟兄姊妹，讀聖經嘅人咧冇辦法能夠揾到呢70年到底代表啲乜嘢？點解咧？因為咧推羅已經冇咗啦，而家係咪？啊！你喺歷史上邊咧，你揾唔到一段時候啊？呢段時候或者一個王呢度特別講嘛，佢係一王嘅年日啦。有一個嘅王，佢係70歲，或者佢係做王做咗70年，而同推羅係有關係嘅冇。咁所以咧，弟兄姊妹嚇我哋讀到呢度嘅時候咧嚇，弟兄姊妹，我哋唔領會，我哋唔了解呢個王指著係乜。咁所以咧就有啲嘅讀聖經嘅人咧，佢就認為呢70年係咩咧嚇？佢就想起聖經裏邊咧有一個人叫摩西，摩西咧就話人一生嘅年歲係幾多啊？70係啦，要係強壯先至可以到啦80啊。咁咧即係話咧，原來咧喺呢一個嘅希伯來人嘅觀念嘅裏頭咧，70歲咧就係人一生嘅年日嚟嘅。咁所以呢度提到啲70年嘅時候咧，大概佢就指着咩咧？就係指着普通人一生嘅年日嘅，即係話推羅被忘記都好，佢唔會被永遠忘記，佢只係喺人嘅日子被忘記嘅。但係喺永恆嘅主嘅裏邊，佢依然係紀念住呢一個嘅推羅。嗱，弟兄姊妹，所以當呢一個人嘅日子過去70年之後咧，佢話推羅嘅境況必定好似妓女所唱嘅歌。嗱，弟兄姊妹讀聖經咧唔好咧唔留心佢裏邊講嘅字眼。佢係咪講推羅好似妓女啊？係啦唔係，佢唔係講推羅好似妓女，佢係話咧。推羅嘅境況咧係好似妓女所唱嘅歌。好啦，妓女唱嘅歌係咩啊？唔知啊？好，我哋就大家一齊讀我哋一齊讀第16節。你這被忘記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內，巧彈多唱，使人再想念你。嗱，弟兄姊妹，呢首就係妓女所唱嘅歌。記住喎，聖經有記載㗎，係其實咧，佢係因為咧，佢要用一種嘅情況，呢種嘅情況講出嚟咧，係當日嘅人咧都能夠領會同了解嘅。弟兄姊妹推羅被人遺忘嘅時候，一個咁輝煌嘅城市被人遺忘嘅時候，弟兄姊妹對佢嚟到講係一個極大嘅痛苦，所以佢最希望咩咧？再有人想起佢。恰好當日恰好當日咧嗰啲嘅妓女咧當佢年老色衰嘅時候咧就冇人再揾佢㗎啦嘛於是乎咧佢就點咧？佢哋就會唱起呢首歌。弟兄姊妹所以唔係講佢哋做妓女，係講起做妓女唱呢首歌。當然啦，呢個妓女呢個身份咧係有一啲指向推羅都唔係好嘢啦，係咪
咁所以佢先用呢一首歌嚟到要表達一個嘅意思。好，呢首歌係咩咧？弟兄姊妹，第16節。嗱，你記住啊，係一個鐘弟兄姊妹形容嘅年老色衰、被人遺忘嘅妓女啊。咁佢唱喎嚇，佢第一句就咁講嘅。你這被忘記嘅妓女啊，咁即係呢首歌第一句係咁話。你這被忘記嘅妓女啊，你記住喎，嗰個係邊個啊？嗰個就係佢嚟噶嘛。咁即係話咧，佢呢一句嘅説話咧，係一種咩嘅心態咧？係一個自憐嘅一種心態，自己覺得自己好可憐。我當日紅牌嚟噶嘛，係咪？點解今日搞成咁咧？弟兄姊妹佢其實係咁樣嘅意思嘅咁所以咧，佢係呢種一種自嘲嚟嘅，一種自憐嚟嘅。佢話你真係被忘記㗎，你而家俾人遺忘咗啦，你點解咁啊？一種好痛苦，一種好心酸嘅一種嘅光景好啦，佢巴不得佢好似佢年少美貌嘅時候咁樣所以咧佢就點咧吸引人注意嘛。弟兄姊妹全世界所有嘅妓女都係咁，佢揾生意嘅方式都係吸引人注意。弟兄姊妹，呢個妓女咧，呢個妓女唱呢首歌咧，就係咩咧？就係佢好想再吸引人注意，所以佢第一句咧，佢就講出佢而家悲況就係冇人再記得我啦即係我哋老一輩嘅人咧，就會話咧，嗰啲恩客都忘記咗佢啦咁咧後邊呢度咧就咁講喎，第二句咯，佢係拿琴周流城外咁點咧咁咧就當日嗰啲即係冇人留意嘅妓女佢係點咧？佢就會攞住個琴咧因為要吸引人注意啊嘛，咁走去城裏邊啦咁走去城裏邊咧，走去啲大街嘅大道嗰度咧，就喺嗰度彈琴咯所以咧，弟兄姊妹走去街邊唱歌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唔係，佢純粹想吸引人注意嘅啫咁你梗係有啲嘢吸引人做注意。咁佢呢個形式就係咩？就係攞個琴喺城內邊四圍走。咁佢攞住個琴做乜嘢啊？係啦，做兩樣嘅嘢。第一，做咩？考彈，唔止係彈仲係考彈。咩叫做考彈係即係用佢最好嘅琴技即係聽完之後咧，哇！即係你繞梁三日聽完之後令你久久不能夠釋懷我記得我年青嘅時候咧，曾經經過過呢個大笪地好細個嗰陣時經過個大笪地你哋都唔會去嗰啲地方嘅。係你唔係我好細個嘅時候嗰陣時唔係響後來嗰個位置上環港澳碼頭對入嗰陣時好多人賣唱㗎嗰陣時咁我嗰陣時好細個，我嗰陣時大約係3歲到4歲到啦。咁我爸爸拖住我喺度行過但係咧，哇！嗰啲嘅歌聲咧我到而家仲記得。係唱粵曲所以我記得好特別嘅。我都唔明點解主叫我記得呢啲咁嘅嘢即係嗰啲圖畫我好清楚。弟兄姊妹呢個時候咧就係佢唔單單要唱即係若果佢哋要生活到嘅時候，呢啲賣唱嘅人又點？唔單單要唱，唔單單要彈，佢仲要彈得最好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好興咧就拉住個二胡彈琵琶哇！揚琴打個揚琴佢叮叮叮叮聲咧所以我而家咧好得意嘅，我一聽到啲揚琴聲咧唔知點解我啲注意力就走咗去。第日講咗個秘密俾你聽啲咁呢啲由我細個開始就係咁樣。弟兄姊妹，佢就係要咁樣，要考彈，要彈得好聽去吸引人。我唔單單要考彈，仲要點多唱咩叫多唱不停咁樣唱。點解要不停咁唱有人注意嘛？冇人理嘛，係咪即係 Stephen 走出去唱咁樣你邊個理佢先得㗎？佢又唔係巴弗洛提係嘛？巴弗洛提再細咁樣
阿佛洛提再細咁樣啊，染翻啲黑頭髮啊，黐翻啲鬚啊咁樣啊，成個法蘭叔叔咁樣啊，咁啊可能咧都會聽下。所以因為佢吸引人嘅緣故，所以佢要巧彈，佢要多唱啊。點解咧？目的就係使人再點啊？想念你啊！弟兄姊妹啊！呢首歌就係妓女所唱嘅歌。弟兄姊妹，從呢首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啊，有一日當呢一個推羅再被興起嚟嘅時候，佢會再將成首歌其實嘅意思係咩咧？就係藉着佢所使用嘅歌同埋音樂，再吸引人注意嘛，係咪？嗱，呢個係妓女啊！嗰個比喻係咩咧？個比喻咧就係將來推羅再被興起嚟嘅時候，佢再要藉着佢嗰一種成功嘅哲學，吸引其他所有世界嘅注意，得唔得？弟兄姊妹啊，呢首歌係指著呢件事情嚟講，所以第17節就話70年之後，耶和華必定再眷顧呢一個嘅推羅，即係當人嘅日子過後，神再眷顧推羅嘅時候咧，他就點啊？認得唔係你識睇嗰啲細字係咩？顧價係咩叫顧價？係即係佢有市場啦，係嘛？佢有市場啦嚇，佢呢套再俾呢個世界 buy 嘅呢一套啦嚇所以咧佢有顧價啦嚇，所以佢又再賺得到啦嚇。而地上嘅萬國點樣啊？與佢點啊？你睇嗰啲細字係咩？行淫啊！弟兄姊妹，仍然用翻行淫嗰個字，就即係話咧，將來有一日神再興起佢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嘅本質有冇改變過？冇改變到。所以弟兄姊妹，推羅嘅本質就係推羅嘅本質。但係弟兄姊妹，你到第18節嘅時候，你發現好特別嘅弟兄姊妹似乎到咗第17節都冇乜嘢好啦。不過即係再帶翻嚟，再吸引人嘅注意啫。但係第18節咧，弟兄姊妹佢話他嘅貨財和利息，即係佢顧價啦卻要點啊？弟兄姊妹咁得意嘅，咁得意嘅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呢度他嘅貨財咁顧價要歸耶和華為聖，必不點啊？積賺存留嗱，弟兄姊妹喺呢度咧係講出一件嘅事呢一個嘅推羅咧佢嘅財富係點咧？仲有一個特點嘅，嗰個特點係咩？就係積賺存留，就係積積財在地。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發現呢個就係呢個世界嗰個嘅原則係咁樣弟兄姊妹，你問有錢人點解要咁有錢即係當然啦，佢肯俾你問先啦佢會點答你啊？佢唔識答，不過佢係不停係咁向你積你問佢，你積埋咁多為咗咩啊？唔知㗎，你都真係唔知㗎，真係唔知真係唔知我見過最悲慘咁樣嘅人就係佢有幾多身家，對唔住，我真係唔知。我淨係知道咧，即係佢響中環唔知有6-7棟寫字樓收租，然之後咧喺尖沙咀喺好少年行都係佢嘅。嗰陣時我哋同佢睇好少年行，響尖沙咀又唔知有6-7棟嗰啲咁嘅寫字樓收租咁然之後仲好多工業大廈收租一個咁樣嘅一個人好多錢到我咪同你講過嘅，佢20幾個跟班嘅就係嗰個人我喺度望住佢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好悲哀有一次嘅時候去飲一個婚宴去飲佢一個老友請飲咁請埋佢佢呢啲人都有老友請飲我請埋，都請埋我不過我唔係老友。我見到佢真係好可憐坐喺個圍台嗰度，佢5個仔坐晒喺嗰度，啲新抱坐晒喺嗰度，但係冇個仔冇個新抱冇個孫同佢講嘢。佢一個人坐喺嗰度，婚宴應該好開心噶嘛，我哋一定會開心㗎好開心啊！但係佢喺嗰度好埋拋腮，左望右望，成晚都係咁樣。你問佢有咩要積咁多錢？對唔住，佢自己都話唔到俾你聽。弟兄姊妹，凡係積賺財寶響地上嘅都係咁樣所以弟兄姊妹唔好落喺呢個原則嘅裏邊唔係我講嘅，聖經講唔好落喺呢個原則嘅裏邊，要將財寶積喺邊啊？天上弟兄姊妹，因為唯有嗰度唔受壞嘅，亦都冇蟲嚟到咬所以弟兄姊妹要為永恆嘅事嚟到努力
好啦，原來啊呢個推羅嘅原則係咁啊，但係到咗嗰日咧好特別㗎嚇，有一日咧原來咧佢哋所賺嘅嚇，佢哋嘅顧價原來要歸耶和華為聖啊，即係分別咗俾神啊。好，咁點樣俾神啊？最後尾嗰幾句咧就咁樣講嘅啊，好特別。佢係因為佢嘅貨財必定為住在耶和華面前嘅人所得，咁即係話佢哋係咪俾神啊？係，佢哋係俾神，但係咧神將呢啲嘅貨財俾咗邊個？係俾咗喺神面前嘅人啊，弟兄姊妹啊，呢啲喺神面前嘅人，住喺耶和華面前嘅人係咩人啊？弟兄姊妹，舊約聖經係啊，就係喺聖殿裏面服侍神嘅人啊，就係喺聖殿裏面服侍神嘅人啊，使到佢哋點啊？吃飽同埋點啊？穿耐久嘅衣服啊，即係叫佢哋有得食有得着。弟兄姊妹，似乎咧呢節聖經咧同上邊咧喺度形容嘅推羅咧，弟兄姊妹係有一個好大嘅分別，係咪啊？弟兄姊妹，原來咁樣，原來咧根據神嘅話嘅記載咧，弟兄姊妹，推羅有一日啊，當主再將佢興起嚟嘅時候咧啊，佢經過咗漫長嘅日子之後咧，佢嘅結局原來係歸向神啊！弟兄姊妹。你哋寫低佢啊！你哋翻去讀啦嚇，因為時間關係我唔講啦。詩篇第72篇第10節，詩篇第72篇第10節，詩篇第45篇嘅第13節，詩篇72篇第10節，詩篇第45篇第13節。弟兄姊妹你翻去睇。弟兄姊妹，原來有一日咧呢個推羅啊，弟兄姊妹佢哋要歸向神，佢哋要將奉獻帶到去神嘅面前。弟兄姊妹啊！喺神嘅永遠嘅旨意嘅裏邊係好得意嘅，弟兄姊妹。你人嘅心係諗係咩？人嘅心係諗係我既然再能夠復興過嚟，我既然再喺度推銷我呢一種嘅成功，我呢種嘅成功又實實在在係能夠帶嚟成功嘅。我應該係點樣？我應該再繼續賺翻我以前所失去嘅，係咪啊？但係弟兄姊妹好特別嘅，到最後咩？原來佢賺到嘅去咗邊啊？去咗神嗰度。弟兄姊妹，我想。係有一個漫長改變嘅過程，結果慢慢喺神永遠嘅旨意裏邊，喺佢審判嘅裏頭，就係啟示所講啦。地上嘅國變成主和主基督國嘅時候，一切所有地上人所得着嘅，都要歸到去神嘅寶座嘅面前，敬拜讚美我哋嘅主。呢個叫做神嘅旨意，弟兄姊妹，呢個叫做神嘅計劃。原來藉着第23章，原來藉着推羅嗰一個嘅結局，原來藉着推羅嘅審判，神嘅話要向我哋嚟表明一件嘅事。第一，弟兄姊妹，響一切所有地上邊行動嘅背後，弟兄姊妹有一樣嘅嘢係凌駕響所有一切嘅榮耀之上嘅，佢叫做神嘅旨意，佢叫做神嘅旨意，喺地上面點樣改變都不能夠改動嘅，係咪？所以即使係最繁榮都好，神要你喺個地方變成荒涼，你就荒涼；神要你再興起，你就興起。神要你所賺嘅唔入你嘅袋，就唔入你嘅袋噶啦。弟兄姊妹明白吧？有一樣嘅嘢叫做神嘅旨意，所以我哋應該尋求神嘅旨意。第二點，透過呢一章嘅時候，弟兄姊妹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俾我哋睇見，有一種嘅榮耀係我哋今日要唾棄嘅，係神所唔要嘅。呢種叫乜嘢？高傲嘅榮耀，高傲嘅榮耀喺邊度產生出嚟啊？弟兄姊妹，原來乃係從屬世嘅哲學產生出嚟嘅，就係屬世嘅成功哲學產生出嚟嘅，好似呢一個嘅推羅咁樣，係咪？所以求主叫我哋遠離呢所有呢一切，叫我哋成為一班專一尋求神榮耀嘅人。求主藉著我哋能夠得着榮耀，得着稱讚，請我哋低頭。萬國都不能夠係你嘅旨意之外，主啊，因為你永久嘅旨意，要行喺萬國之中。那國以你為神嘅，主啊，等佢有福。係阿們。那人向往錫安大道也係有福氣。主啊，係。一個依靠你嘅人，依靠你嘅國家，必定無顛覆。Amen。必定喺呢個國喺個人身上
得着該得嘅榮耀。主啊係，哦，叫你旨意能夠通達，阿門，哦，能夠俾人認識，阿門，哦，你係點樣嘅一位神？哦主係，哦，主啊，人嘅驕傲，係，個人嘅自以為有哦啊。主啊，哦，不過有日變為冇有，阿門，唯有依靠你，靠着你嘅人，先能夠永遠長存。阿門，因為你嘅慈愛係永遠長存。阿門，哦，你嘅公義聖潔，哦，行喺你嘅面前。阿門，哦，你嘅神，感謝你讚美。主啊讚美你，哦，你嘅旨意永遠堅定在阿天。門，你嘅話語冇半點嘅改主變。係，哦，你話行喺萬國之中，哦主喺萬國之中掌權。係，哦，顯明你係神。阿門，哦，你係佢嘅主。阿門，哦，叫哪個國家卑微就卑微，阿門，哦，衰敗就衰阿敗，門，興起就興起，阿門，哦，都要尊你，哦為神，哦主啊係，都要叫你得咗榮耀。阿門，哦，神啊，我哋呢一班屬乎你嘅人，主啊，加有認識你嘅旨意，阿門，哦喺你哋身上，以你嚟作我哋嘅榮耀，阿門，唔係以人嘅榮耀。驕傲嘅榮耀做主榮耀，係，哦係羞恥嘅，哦叫你得唔着榮耀。哦主啊係，哦神啊，願你嘅榮耀常顯喺教會當中，阿門，喺每一個人身上，哦都能夠叫你得以彰顯，阿門，哦都能夠歸榮耀俾你，阿門，都能夠做一個感恩嘅人，阿門，常常感謝讚美主嘅。阿門，哦，神啊，感謝你讚哦美你，讚美你，因為你嘅話常常帶領我哋係，認識我哋係無有，阿門，你係萬有嘅，阿門，哦一切都係同意嚟嘅，阿門，哦唔係我哋自己有嘅，主係哦，配得有嘅，係，哦我哋有嘅都係屬於你，阿門，都係歸俾你，阿門，哦叫你得榮耀，阿門，哦叫你嘅榮耀得着彰顯，阿門，哦父啊，我哋感謝讚美你。阿門，你何等嘅慈愛，係，何等嘅照顧，主啊，哦，何等嘅恩待呢一班係，屬乎你嘅人。阿門，哦，雖然喺外邊係揭發，哦係低微，哦主就係榮耀，係，阿就係門，豐富。阿門，哦，顯出哦你係點樣嘅為神。阿門，哦，我感謝你，阿門，讚美你，但一切榮耀歸俾你。阿門靠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阿門。弟兄姊妹記住啊，下一個禮拜五我哋喺下邊。推埋一邊。